河伯娶妻。在很久以前的戰國時代，魏國有個小縣城叫葉縣，這裏來了一位新的縣令，名叫西門豹。西門豹是一位非常認真又關心百姓的好官。有一天，西門豹發現縣有個不好的習俗，每年雨季來的時候，河水總是會淹水，許多人家都受到損失，大家都非常害怕。有一位心腸壞壞的巫婆看到這情況，卻想趁這個機會賺錢。她召集了一些長老和官員，告訴大家，河伯要娶老婆，只要讓河伯高興，水災就不會發生了。這樣，很多家裏有女兒的人都開始擔心起來，因為如果女兒被巫婆選中，就會被帶走，永遠不能相見了。於是，富有的人紛紛給巫婆送錢，希望她不要選自己的女兒，而窮人沒有錢，只能逃跑。終於到了河伯娶妻的日子，岸邊擠滿了民眾。西門豹看到一位被選作新娘的女孩，雖然她穿得很漂亮，但卻因為害怕而哭得眼睛紅紅的，顯得非常可憐。西門豹看了看，對巫婆說：這個女孩子長得不好，河伯一定不喜歡。你去告訴河伯一聲，我們再找一個更好的人給她吧。話一說完，他命令手下把巫婆拋進了河水中。巫婆來不及反應，就被水沖走了。接着，西門豹又對巫婆的徒弟們說：巫婆去了這麼久，可能她年紀大了，不能把話說清楚，你們去看看吧。這三個徒弟接連被拋進河裏，看得大家都驚恐不已。看到這樣的情況，那些官員們都感到非常害怕，紛紛跪下求饒：大人，請原諒我們不敢再提這件事了。西門豹卻若無其事地說：沒關係，我想河伯因為喜歡他們，所以再好好招待他們吧。我們不需要在這裏等了，走吧。從此以後，沒有人再敢提起為河伯娶妻的事情。西門豹努力修建水利設施，讓河水不再氾濫，縣的人民生活變得越來越幸福。河伯娶妻是個成語，形容那些利用迷信以謀取私利的行為。